惊叫的照片。你骗我，这个不是我的照片，这个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爸爸，你玩玩看。这个照片也是有你的。这头发是不好看，是男生的。要是这个头发是男生的，我不给人家租了。我来帮他租。这个是女生最好的头发，这个是男生的。那你为什么得给他？你为什么给他租他的发型？你的发型不好看，你的发型真好看呀！换你了，男生要怎么发型呢？女生，过于的发型不好看。哦，那我的电发，过于是用这个梳起的。